后来，政府受罚，这个啉酒开车弄死人者，相当痛啊判死刑。但是反酒驾联盟甲被害者的家属，也是感觉讲，这款的法律无够重。早起到立法院陈情，提出着受罚的诉求，讲嘛要对啉酒开车的累犯用鞭刑。讲鞭刑虽然是无人道，但是嘛只有用霹雳的手段，才会当互其他的人权受到保障。全民共识，杜绝酒驾，杜绝酒驾。靠好就是因的心声，反酒驾联盟伫立法院前做伙咧抗议，提出修法的诉求。鞭刑不人道，可是唯有霹雳的手段，才有办法让其他的人权受得保障。人权残忍，可是不禁的要问，为什么新加坡他们可以，我们不可以？除了重罚啉酒赛车的人，还佫扣留这个人甲车以及扣这个酒官来作为受害者的补偿基金。这条酒驾案的申请假扣啊，希望讲会使放宽，避免恶意的脱产。还佫有，若是公务人员犯着，就应该免责。五大诉求就是因为酒驾已经夺走无数宝贵的性命。我们要原谅那个肇事的人，是法律赋予他杀人的道具。酒驾弄死台大研究生疼，问下爸母要伊的老师，这款疼，就当事人才会了解。立委，你们积极一点的话，或许我的孩子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而离开了我。2017年9月，有一个女大学生翘倒摆去朋友因兜过暝，想要到拄着酒醉赛车的人，这个小姐被弄死去。伊的父母勇敢徛出来，希望讲立委会使受罚，唔当互悲剧搁重演。